Hello，大家好，我是洪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现在呢，数字货币呢交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呀。那其中的比特币呢，作为最早和最受欢迎的数字货币之一呢，备受了市场的瞩目。那本期节目呢，洪哥将分享自己最常用的交易策略——布林带。那比特币呢，作为数字货币呢，市场的一个佼佼者，其价格波动性呢也是比较大的。那如何正确的应对价格波动呢？选择合适的交易策略尤为重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布林带。那布林带呢是一种技术指标，那可以帮助我们来识别价格的上涨和下跌的趋势，以及呢它的价格波动的范围。那布林带呢通常由3条线的组成，包括这个中轨线、上轨线和下轨线。中轨线呢代表了价格的移动平均值，上轨线呢或下轨线则是在中轨线的基础上加减一个标准差得出来的一个值。那在使用布林带进行交易时呢，一般呢采用这个价格突破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买入和卖出。首先我们现在看的这是一个以太坊的一个布林带的一个走势图。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这个布林带的时候呢，就是当这个 K 线的突破中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买入的一个标准啊。如果说当这个价格呢，如果说突破了这个上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卖出啊，也就是像黄色的线，如果它突破上去，如果直接是突破上去了，我们可以考虑卖出。就像这里可能1743这里，它直接的就上去了，那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就去卖出了啊。基本上它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有一波回调啊。我们看这里，它是先冲上去，冲上去之后的一根针，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慢慢的回调了啊。也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当这个 K 线呢突破中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中轨的附近的去买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走势图啊，这是它的历史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突破中轨之后，它基本上就开始做了一个上涨趋势。当然了，我们也要看这个它的一个中轨啊，中轨如果说它的这个趋势是往上走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可以考虑去买入了。如果是说它的中轨是横着的，那我们可以考虑去多观察几天，或者说我们可以考虑小资金去买入，这样的话可能会风险比较小一点啊。如果说它一旦说这个 K 线跌破了中轨，那我们可以考虑就要及时的去卖出或者说止损的啊。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买入的位置比较高的话，刚好在这个中轨的这个附近啊，刚好它跌破的这个中轨，那我们可以考虑在它下次反弹的这个中轨的附近的时候，我们就考虑把我们卖出了啊。这就是中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使用方式。当然，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的话有很多啊，当然这个呢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啊。如果说我们想要在这个交易的领域当中呢，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交易员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啊，还需要学习很多专业的东西。当然的话呢这个呢，布林带呢虽然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策略啊，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易策略去获得比较大的收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林带它并非是万能的，所有的策略都不是万能的。那我们需要去结合其他的技术指标和市场的状况来进行分析。那观察布林带的价格变化呢，当价格突破我们刚刚所说突破这个中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卖出。如果说呢价格跌破这个中轨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去卖出。当然了，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价格跌破这个下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买入啊。基本上的话呢，当这个价格跌破这个下轨的时候，基本上它都会有一波反弹。我们也看到这里它基本上这个跌破了之后，它立马会有反弹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获得更大的利润的话，这个不能带肯定只是一个小部分，它肯定不能满足我们太多的需求那除了不能带的交易策略呢，还有其他很多的策略可以用于我们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比如说 RSI 或者 MACD 等等那当然了，需要根据我们个人的风险偏好和交易的目标呢去选择合适的策略啊。另外的话呢，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风险控制避免盲目的跟随市场的这个
风声啊，建立良好的这个交易习惯和心态啊。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去追风啊，就是看到市场的消息或者情绪的，我们就盲目的跟进去，这样的话可能到发挥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一个风险啊。好，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还没有关注红哥的话呢，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